男团 Under Lover 成员胡瑞儿，本名胡瑞凯，去年爆出在老婆林采缇临盆之际，在夜店捡尸性侵，事后遭北检依乘机性交罪起诉。虽胡瑞儿表示自己当时根本不行，并没有性侵，但检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后，发现两人上下重叠摇晃明显。台北地院今13日判胡瑞儿2年徒刑。去年6月16日，胡瑞儿深夜到信义区夜店狂欢，隔日清晨3时许与一名酒醉女子离开，并将该名女子带往大楼后方电梯间性侵，结束后自行离去。直到清晨4时许，大楼水电工发现被害女子衣衫不整躺在电梯间，立即报警。女子清醒后哭诉遭胡瑞儿捡尸性侵。胡瑞儿供称，当天是该女主动搭讪，并在舞池中摸她下体，两人才一起离开，并且两情相悦发生关系。后来是因为该女呕吐，自己突然没兴致硬不起来，才打手枪解决。但检方事后调阅监视器画面，发现两人上下重叠摇晃动作明显，且被害女子坚称感觉到胡瑞儿进入她体内。虽女子体内并未采集到胡的 DNA， 仅在外阴部采到，但刑事局鉴定报告说明，体内没验到不代表没性侵，因此将胡瑞儿依涉犯乘机性交罪起诉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台北地院今判处胡瑞儿2年徒刑。